请问台湾吼有足侪趣味的地号名，中华有一个所在号做火烧厝，这个地名是安怎来的？我敢若捌听过。哟，火烧厝。对啊，敢若遐火烧厝过，然后开始个叫火烧厝吧。安怎？你个哥，时间要到，嘿，对啊。时间要到哦。先脱网。啊是有别种想法，也是先生脱房哦，啊，这题真正有难。等下哦，来，要多一个，多一个。 A B C， 新鲜跳。事先脱网哦。哎呦，你讲好就好啊。哦，确定哦吼。好，咱来看者。其实就有意思的哈，这是传说讲伫咱迄个光绪的时阵，光绪，光绪的时阵吼，迄个这个火烧厝迄个所在吼，带啥3户客家人客人，按对来对咱的这个广东的潮州的太仆大仆，含迄个鸟品、饶平，迄搭遐来的，按着用啥大埔含饶平的第一字，所以叫大饶，大饶，啊，甲加咱的这个厝。 太硬粗，嘿，太硬粗，嘿，太硬粗，哈，啊，到光绪20年，就是咱的西元1894年的时，有一个带伫二林遐的叫做洪仙渣的一个人吼，啊，伊啊生活足艰苦的，足失志的。有一天伊梦到啥，先生甲伊讲吼，啊，你若要好业哦，若要好业，你得甲你的厝吼，甲烧掉，吼，所以伊醒开了，真正甲伊的厝吼，用火甲放火甲烧掉。我厝烧小煞无地大，啊无地大啦，伊就生活甲愈艰苦，四界浪流连。啊有一天行到对呢，行到咱这太硬厝这所在，大饶厝这所在，向下发现啥？啊这个大含火啊未足成，是啊饶含烧未足成。哎，向想讲，先生讲的吼，敢咪唔是叫我甲厝烧掉，是叫我来这个所在，爱怎带遮带落来，后来真发展。这消息一传开了，因怎甲这地名甲改做火烧厝。